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先来看今天有啥物新闻重点。气象署早起解读风台花加沙的陆上风台警报，也毋过华人台东屏东过了超级大水雨，将去暗时解读海警。昨昏高雄市政府特地上清的山区的民众，南马社、桃园顶5个行政区今仔停班停课，屏东的西雅乡都上清雨熄灯。台中成功了一个18岁的兵哥，昨下晡射击训练，面雪掉青，头壳内阁有金属的碎片，手术11点钟，人是搁伫家护病房。来看气象署，伫个早起8点半已经解除花加沙的陆上风台警报，按算暗时会解除海上风台警报。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今仔日东部阁是透风透雨，华人搁台东恒春半岛雨嘛搁落甲真大，嘛因为拄着大楼，中南部沿海阁有地势较低所在，着爱注意海水倒急。咱们来听气象署上新的说明。强烈台风画加沙的影响之下，东半部地区和山区持续明显的降雨。我们在刚刚3点的时候，也针对了台东发布了大雷雨即时讯息。而目前台风在2点的位置已经来到鹅銮鼻西南西方大约43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我们所发布海上警报区域是它所影响的巴士海峡、东沙岛海面以及整个台湾海峡。提醒大家哦，今天在台湾海峡南部、巴士海峡仍然会有6米以上的浪高，北部海面、东半部海面会有3到5米以上浪高，而西北部海面风浪还是比较大。随着明天台风逐渐离开，海面上风浪会稍微小一些，但是依旧有长浪的情况。从我们刚发布警报星期天开始累积到现在，前5名的雨量分别是在屏东的山区、花莲和宜兰都已经出现500毫米以上的降雨，台东将近500毫米的降雨，高雄的山区300多毫米的降雨，这些地方的雨今天持续的下。今天在花莲山区、台东山区、屏东山区可能出现超大豪雨，也就是可能出现超大豪雨，所以这3个地方是我们降雨警戒的区域，请在这边的朋友们要特别小心。另外，在宜兰山区、花东平地以及高雄的山区可能出现豪雨或大豪雨。再来，则在宜兰的平地，还有新北的山区、桃园的山区、台中山区、南投山区、恒春半岛、绿岛、兰屿可能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我们可以看到降雨是逐渐的缓和，明天开始，我们预估在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是整天会下阵雨或雷雨的。中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也是断断续续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北部地区则是属于午后阵雨的天气形态。但明天在下雨的时候，花东地区、恒春半岛还是可能会有大雨或局部性的豪雨。风台继往中国移动哦，也毋过咱台湾的雨水嘛是搁真济。气象署嘛预估讲，高雄的山区有可能会落超过400毫米的雨量。市政府昨下晡已经先撤离山区的民众，计共是撤离1835个人。南马社、桃园、阁木林、六股、甲仙哦，这5个行政区今仔是停班停课。公路局嘛针对山区的道路预防性的封路管制，市政府哦嘛爱民众暂时就莫去山区。受到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高雄山区的雨插地，自2暗时就开始疏散到23透早雨是愈落愈大阵，尤其是桃园区，早起10点、24点钟累积的雨水量已经超过260毫米。市府表示，因为气象署评估，高雄山区的雨水量会超过400毫米，22下晡先针对山区做预防撤离，拢总撤离1835人，而且桃园、南马社、木林、六股、甲仙这5个行政区，23也拢停班停课。剑山目前开始下雨哈，昨天都是下停，下又停，今天开始都比较大一点了。往这边呐，这要去走啊。对了，大型撤离山区民众，市府嘛伫市区道路加强巡检，避免路树倒去影响交通。山区的部分公路局嘛伫22暗时10点，针对台20线、台27线、台29线的重要路段进行封路管制，同时派人加强巡视。有公路人员巡查之后，那我们先解除了台29线纳马夏到五里埔，还有台29线三明火，以及台20线甲仙到老农3处的
预警性封闭。目前尚有5处的预警性封闭路段。气象署持续对高雄山区发布大水雨的警报。高雄气象站表示，这2天山区的天气不稳定，随时拢会上大雨，请民众若无必要，暂时莫去山区，避免发生危险。记者柯家族赵阳高雄场报道。再来看屏东的山区嘛，传出灾情，伫西仔乡是有几个钟头拢失电。南势村一会所的铁厝的厝顶是互风扇走。台电统计，屏东地区早上济时是有1700户失电哦。西仔乡到中岛阁有上千户无电通用。目前山区是过落雨，台电的抢修人员伫早起9点道路开放了后，嘛用行入去现场抢修。风正透，规个暗蒙蒙，敢若剩乌倒仔的大顶看会到路。这是屏东西仔乡的南势村，花甲沙风台昨半暝所带来的风雨，甲西仔乡的电条吹海去，过来的钟头拢停电。村长表示，集会所的铁厝厝顶嘛拢互风台扫去，树仔机断去，去影响到电线，造成停电。全部那个路灯去停电，那差不多8点多吧，现在还没有。对，是先通报到那个狮子乡的应变中心，是，然后他们会再发布到台电那边。台电表示，受到花甲沙风台影响，屏东地区上侪有1700户停电。到昨22要暗暝，已经恢复1590户供电。不过暗时西仔乡阁传出2搭电线断去，至少1079户停电，因为道路管制无法入去。台电人员23早起9点道路开放了后，已经派2组施工班用行的到现场抢修。就是花甲沙台风造成寿卡地区多处断线了现场真的是泥泞不堪山路难行我们克服困难预计在2小时之后我们就把它抢通。另外，山地毛乡德文部落阁有337户停电，雾台乡阿里部落也有95户也未恢复。屏东山区早起阁有落雨，台电人员伫道路开放了后，已经入去了解灾情，开始抢修的工作。台电表示会全力恢复供电，尽速让山区的民众有电通的使用。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风台扫过台东风头雨大，饭店大林乡安硕村是有10户铁厝的厝挂互风掀起来，民众规暝是拢无法度困。今仔早起台东县的风雨已经较细咯，南回公路的部分路段早起嘛拢陆续开放，也毋过是有一寡产业道路，因为阁有土石目前是阁无法度通行。大林乡安硕村复兴路，即几排的铁厝挂拢规个翘起来。民众讲，迄当主要阁落大雨，家具甲衫拢湿了了。透早天光才会当整理家园。居民讲，饭店过点外，风雄雄爽爽叫，厝挂就规安尼翘起来。有10户拢是同款的情形，毋过对面的厝煞是完全拢无解着，因为大林乡7月份捌出现假雷风，居民咧邀讲，即个有可能阁是假雷风，造成因的厝受损。风一进来就一刹那就这样子把那个房子屋顶都掀开了，玻璃一直震动啊，有起风了，挡住都挡不住。咱若伫金峰乡嘉兰村、甲太麻里乡乡兰村的居民，因为山区2天累积的雨量超过400毫米，太麻里溪溪水规个涨起来，这村民拢真注意水位的情形，因为烦恼的崩花是规暝拢困袂去。到这个湾区的关系那个河水很容易往这边冲。昨天那边那个铁网那个路淹水现在有冲掉，它这边也带出去了。目前台东县还是咧落大雨，不过南回公路22暗时已经成封起来金轮大桥，甲部分管制的路段23已经开放，不过还是提醒民众驶车就要细致。另外，台东市的海滨公园，因为海涌甲大粒的石头甲水流茶拍起来甲大路的，呼吁民众暂时莫划过。记者综合报道。风台风是真透，新竹市的东区有一间厝的围墙倒去，砖是拢落来，嘛去撞到路边的车，加载是无人受伤。路边的树叶互风吹甲摇来摇去，雄雄透一阵强风，就一表墙围敢若是因为挡袂了风势，雄雄倒去，现场拢是白色的烟尘。路边经过乌多摆，赶紧动车了后闪开，就连原本停在边仔白色货车，嘛赶紧驶走。倒入去墙围当场缀着一台轿车，好佳在车顶无人。风很大风很大。昨天比较大吧，那个算走廊嘛。
看走廊就是好像就不能停啊，而且他们好像也有标示嘛。新竹市风城原本风得真透，受花甲沙风台影响，风势比平常时更较强，造成新竹市东区南大路附近的私人土地墙围倒去，警方接到通报，伫现场有封锁线。警方到场后发现该部停放于私人土地上的自小客车，因旁侧围墙不堪强风吹袭，突然倒塌遭压损。警方在确认现场无人伤亡后，立即在周遭架设安全封锁线，并开立其他案类报案证明单，协助双方当事人处理后续赔偿事宜。警方初步判断墙围倒去是因为风伤透造成的，后续会通知墙围的管理人员到案说明。好加在规个事件并无造成人员受伤。记者刘君豪新竹报道。再来看花莲哦，那透风落雨，佮伫个单位讲死那，伫吉安乡哦，一间铁厝工厂早起嘛，可能是因为单位讲导火，是有3个人送病院，导火原因哦，爱过来厘清。另外，马太安溪水头的崩山湖，因为雨是落甲真大哦，即马水嘛已经填出来了，加在伫水尾地区嘛已经先疏散超过8000个人。港大花甲沙伫花莲影响继续扩大啊，透早的雷雨，也亲像隔着吉安乡一间家具铁片工厂，随着导火呈烟，出来有3个人，雨烟砸着箱救出来了后，送医治疗。那2楼有看到那个有一个火线打下来的，有一条红色的线打下来，直接看到大火了。村长刚才也是说有看到那个嘛？我有看到啊，我去杀一下后，没有超多，没有1分钟就开始冒烟啦。马滩溪南北2端全线封闭。会高于肯定有可能高于马滩溪桥吧，出现意外。那是极端的那个状况，有可能就会遇过了。1837户数的里面的8500多人，其中大部分是用垂直避难的方式，就是移往2、3楼去。那另外一大部分是用依亲的方式，那少部分是用到安置。我们也要持续注意，议题是只带来水流，或者会带来土石流。另外，往北的苏花公路伫总德管制站，就会当看到边仔山顶的雨水墙壁落来，内部159.4公里到162.8公里，会德崩坑南口也有真侪土石流。为着安全考量，23早起9点起，采取指出无特别管制。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再来看台南哦，台南沿海民众伫顶届丹那时风台扫过，算长的厝哦，有的阁还未修理好势，厝是无法度大。强烈风台花甲沙来了，只好先去附近的活动中心哦，困伫涂骹来过暝。这个区公所嘛表示讲，其实是有800外的厝拢已经修理好势，也毋过哦，嘛是有民众真怨叹讲，虽然因的厝顶哦已经有先盖铁片咯，也毋过哦，雨落了伤过大，厝里哦共款嘛是会漏水。顶回丹那些风台到即阵已经2个月尾啊，不过煞也有人逐工咧活动中心过暝，包括昨项花甲沙风台来。搭出歹叫工啊，你敢知？啊，即马你叫人刷过来，就得一直刷，啊刷到这阮上尾啊，连估价到现在都还没估嘞。丹那是啊，到现在了。啊，不然呢？啊睡到全身痒到都不能再痒啊，就是。它那个都有蚂蚁在爬，也没办法，反正就是要克服啦。实际来看，因即摆徛起的状况，有看桌顶佫也未堪，规个厝体也佫哩哩落落，有住户暂时先甲新竹牌仔甲新尊请去厝边摆咧顶下骹。风太较紧啊！不会啊。啊，对，即摆遐无人，你即摆先搬来对面遮。叫民间来看的。有民众虽然是已经有钉砍铁皮厝徛，不过亲像即摆风台来，雨落大阵，共款的涉水，互伊真无奈。啊，阮就是当修理好呢，啊开完那个老娘，阮这拢换开啊。修理的工程是一直咧进行，但是因为工班工课实在太济，排拢排袂赴，当着歹天就爱搁休困，地需就牵着居民的修复时间。7个区公所强调，即阵已经有800外拢修理好势，只是有部分工程实在嘛是爱照白班。房子受损后修复的成果后，然后被高想啦，还有种被高想，因为吼，经过2个月之中的时候，有时处期让住户改进修缮的，有时透过公所
市府咱水利局地震局、交通局下面好监班，拢总15个监班来协助安尼吼，即目前修缮都还不要去啊。顶届风台佮加上西南气流，互沿海居民受灾真严重。到即摆还阁有好无完全，嘛无怪讲即摆当地民众若听到风台来，心内难免悲哀，心情是错雷弹。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昨金门是剩11个强阵风，伫金门外海有60只嘅火船拢来休困避风台。也毋过，阁有10外只嘅中国渔船，风影遮尔大，阁越界掠鱼。海巡昨暗面对10架风影，嘛阁出海来驱离这越界嘅中国渔船。画面内底飞行机准备要降落，去互风扇一个蛇咧海。要飞到跑道的时阵，毋若无伫咧中心线，其实阁起一边。这只原底要降落伫咧金门机场的飞行机，敢若会当扭起阁停飞。风台花加沙的威力真惊人。金门22透11级的强阵风，毋若飞行机受到冲击，因为海顶天气歹，有要60只商务货船伫咧金门的外海避风台。有部分的船因为无法度入去厦门拍定的所在，所以紧急申请伫咧金门的海域暂时休伫遐。机场外海这些货船是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这个可能今天就会离开了。台风警报解除，他们就会离开了。不过，金门的风上海域煞出现10外只中国渔船，趁机会下界偷掠鱼啊！风影是真大，民众伫海边就会当看到中国的渔船啊，顶悬插5彩旗，因是赶紧通报海巡，为着要阻挡中国的渔船啊下界掠鱼啊，甲违规点伫遮的商务货船。外口透风落雨，风影阁大，海巡22暗时啊，要是出港去赶赶。这里不是马泊区，请你立即马上起锚离开。金门海巡队181艇在深夜21时50分，顶着10级风浪出港，在金门母语东方海域，冒着恶劣海象，总共驱离10艘大陆籍船舶。金马批分数强烈谴责中国的渔船啊，伫风台内阁透暝下过界来掠鱼啊，毋但真危险，嘛增加救援的难度甲风险。所来会等天气较好，或者是风台过了后，加强处理下界掠鱼啊，或者是违规点伫遮的船啊，来维护咱国海洋的权益甲海域的治安。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前主席郭文台等人今仔搁再出庭，被告木可公司的董事长李文官是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也毋过伊面对真侪问题拢拒绝作证。针对精神出现无共款的讲法，伊是表示讲，因为当初检察官真歹用伊会惊，佮讲啊真事失控，目屎流目屎滴。伊嘛批评检方的精神的态度，甲伫法院的审理无共。我伫关外口的护士草共款到场，民众党前主席郭文泰向支持者握手致意，但对提问外界讲。有感染吗？郭文泰同起诉的政治现金案23开庭审理，共案的被告李文忠和段木正嘛互传到庭，拢会少年线来问因，有以证人身份出庭的木可董事长李文官。今天准备如何？今天准备如何？到庭来作证的李文官面对检方超过30个提问，大多数拢拒绝证言，而且主张讲这和伊红起诉的犯罪事实有关系。只有伫检察官问到讲，伊伫检调侦讯阶段讲法无共款，李文官表示讲，迄当阵是不安会惊，检察官佫真歹，真侪问题听不清楚，拢是用药的来回应，各好出来大骂检方的侦讯态度和伫法院无共。他过去几天，科技监控中心不断的说阿贝。他的电子监控设备有离线的状况，法官当庭有预知说他们已经请那个厂商帮阿伯换一个比较好的科技监控的设备。伫郭文泰互交保了后，有一个条件，就是爱挂电子卡扣，说互因某陈培基控诉讲，监控中心已经真侪摆伫咧透早敲电话查行中。高检署回应讲，一直有收拾毋歹出现离线的警告。即马台北地方法院要来换电子卡扣，但面对郭文泰交保，检方敢会佫一摆来控告？北检讲，检察官伫控告的期限内，会依法来审酌决定。记者综合报道。相信伦敦本地伫9月25日来举办，台北市政府昨向宣布延期。有国民党立委是指控讲是陆委会在主动，陆委会是强调讲，移民署本地按算昨特别发签证啊，那知影会向延期。陆委会阁有风声讲，是因为蒋万安无愿意甲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福宁来见面，所以中国迄边要求暂停。蒋万安今仔是爱台卖个乌白药。这个放话的人才会编故事，
那我想相关的事务性跟技术性的审查和协调都还在进行当中，所以经过今天的评估，我们认为事缓则圆，所以决定不在9月举办。中马安指出讲，台北、上海双峡论坛是两个城市的交流会议哦，较早办不如是会当家办较好的，有真侪细节拢个需要一直来沟通哦。也毋过要研究什么时阵来举办哦，目前是还未确定。再来看国际民航组织 ICAO 大会，要伫加拿大蒙特罗来举办。咱国行动团伫加拿大跨党派众议员的支持，头一届伫加拿大国会来开国际记者会，呼吁讲应该互咱台湾加入国际民航组织。另外，第80届的联合国大会总辩论特别起稿了，纽约的非营利组织拢会先来办年度的峰会。今年嘛，搁再邀请总统赖清德以录影的方式来发表演说。第80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前前，纽约非营利组织照例伫联合国总部外口举办年度峰会，再度邀请赖总统录影发表演讲。While Taiwa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UN system, we have consistently proven through our actions that Taiwan is a reliable partner. Our position is clear: to make Taiwan even more resilient and secure, so that the global defense of democracies is even stronger. 赖总统讲，台湾愈安全，世界民主就愈坚固。上次国际民航组织 ICAO 伫加拿大蒙特罗举办大会，台湾行动团受加拿大跨党派众议员的支持，头届伫加拿大国会举行国际记者会，呼吁 ICAO 爱纳入台湾。Air safety knows no borders and no regions, especially one as vital as the Taiwan Strait should be managed in isolation or used as leverage in geopolitical contests. Taiwan's exclusion is not due to performance or capability deficiencies. It is about one thing and one thing only, and that is bending to Beijing's bullying, and it has to stop. 不大声拼出台湾英文支持台湾的众议员库珀讲，加拿大是 ICAO 的主办国，应该明确表达立场。加拿大媒体讲，总理卡尼承认巴勒斯坦说对台湾加入 ICAO 点点点，分明是有两种标准。另外，两国的外交部表示讲，现阶段台湾政府也无承认巴勒斯坦的规划。政府现阶段没有承认巴勒斯坦国的规划，不过将持续关注国际情势的发展，也要呼吁巴方能够相互尊重，彼此进行友好的接触对话。关于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伫社群平台公布地图，自转甲台湾纳入中国，表示做已经承认巴勒斯坦。外交部抗议讲对台湾的主权无尊重，嘛讲期待联合国公正对待台湾，承认台湾伫国际上应该有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的成功岭有一个18岁义务役阿兵哥，昨下晡在射击训练哦，并去调枪，头壳内阁有一寡金属的碎片。这阿兵哥经过11点钟的手术，目前的性命现象稳定。即马人是搁伫加护病房，事故原因是爱个厘清。军方人员立即证实出错事实。台中成功岭地理发生打靶意外，一名机步23女18岁细小义务役士兵，当地靶场射击训练，煞不明原因枪击结果造成细小士兵倒面碎裂。院方经过11点钟的手术无情，这个士兵性命现象稳定，也毋过脑部也有真侪块金属碎片。我把出血点都止住了，我没有看到那个金属片。我是不会去切开大脑，好的大脑的表面去找那个金属片，神经就像豆腐一样，所以当这些金属碎片在散失的时候，它其实就会对我们的脑神经造成实质上的伤害。因为伤势严重，病院目前已维持生命现象稳定为目标，大约需要2礼拜观察，才会当评估后手医疗甲面部的重建。细小义务役士兵属于机步24女，今年5月接任伍。军方表示，迄当时所使用的是T91步枪，进行例行性打靶射击。代志发生了后，确认事故的枪击完好，初步排除是枪管爆炸意外。我们相关的资讯，宪兵队昨天第一时间就来做侦查。
是啊，那是不是其他因素？我们目前都在厘清中。军事专家指出，T9以步枪是目前国军使用的主力枪机，初步推测并不是枪机本身出问题，但不过为这支枪支会当正兵射击研判，士兵倒面受伤有被招疑点。这代表它并不是在射击线上所发生的状况，就是不是在我们什么开保险，然后这个正常的使用状况，在不同的姿态之下，然后就不明原因的射击。军事专家指出，军方应该对弹药甲流程全面检视，才会当进一步了解原因。军方也指出，目前内部调查宪兵队也伫23早起，步枪检察官指挥台中地检署也会立案侦办。公视新闻采访报道。台湾虚拟货币诈骗，佮有洗钱的犯罪是真多。金管会公布有9间业者已经完成洗钱防治的登记，也毋过是有18间业者无合格，未当佮继续来经营虚拟资产的服务。有专家嘛观察讲，咱国内有70%的消费者拢是使用国际平台在买卖虚拟货币，也毋过这国际平台嘛无法度管理。加密货币最近几年变作个人投资的新选择，但诈骗的案件嘛一直出来。亲像国内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北上科技，全台湾有超过40间门店，那是非法来提供虚拟资产服务，佮帮助诈骗集团来洗钱，诈骗超过12亿。为了防止洗钱，金管会即马出招，公布第一波虚拟资产立管名单，有9个业者过关，顺利来完成登记。还有18家他曾经有做过这个洗防声明，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完成这个登记制的一个审查。目前完成洗钱防治登记的是包括豪华数位科技、拓远数码科技、现代财富科技，还有东亮科技等9间业者，但是嘛有18间业者，这么多是无通过审查的，这业者是无法度继续提供虚拟资产的服务。那提供有可能要面对2年以下的刑责。不过嘛有专家观察，这边合格的拢是各大的业者，但是台湾有70%以上的消费者是使用国际平台，拢总无防立管，和政府打砸反洗钱，恐惊有浪芳。先从案件交易量最大的地方开始去着手嘛。那只是说，目前就是国内的这些通过的名单，并不是主要台湾交易量发生的地方。所以说，如果要做完打诈跟反洗钱的最重要的一块拼图，那纳管国际交易所是势在必行。简属应激励，像日本、新加坡和泰国这些国家，早都有国际平台落地，配合当地的法规，建议金管会和国际平台来沟通，而且立管，才当有效来完善台湾8科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公布8月份的失业率是3.45%，比7月时阵增加哦，嘛创最近一冬来的新高。失业人数是有41.5万个人，比7月份增加6000个人。主计总处是表示讲，8月失业率增加，除了有毕业生哦开始找头路，另外放无薪假的人数嘛变多哦，这嘛显示讲对顶关税影响已经出现了。每一年8月，拢有袂少大学的毕业生准备要出社会。根据主计总处的统计，国内失业率已经连续3个月加悬，8月份欠悬到3.45%。背后的原因包括毕业生投入工课场，互失业率加悬，也佫有关税影响嘛出现。如果今年的9月、10月出现异常的失业率，反而较8月、7月上升的话，那可能就是关税的冲击确实反映在台湾的这个就业市场。根据主计总处的调查，8月份的失业率毋但比7月份较悬，嘛是这1年来的新悬。无头路的人数是41.5万人，比7月份增加6000人。遐若工时不足就业的人数有12.1万人，一个月增加4000人，创下今年以来的新悬。若是为失业的年岁分布来看，20岁至24岁毕业生占12.08%，25岁至29岁占5.92%，30岁至34岁是3.26%。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整个的这个供应链是受到这个对等关税的一个冲击跟影响了哈。那这个订单的能见度实在是比较有限哈。那因此呢，在近期的未来，大概就业市场的复苏，乐观的成分不多。专家分析，那以目前外销主要的货品来看，高科技的产品也是占较大盘，传统产业的算是拖后拖。不过，因为咱国劳动市场是以中小企业甲传统产业占较侪，所抵关税对就业的影响，恐惊也会持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9月中开始，波兰、罗马尼亚、爱沙尼亚拢受到罗西亚无人机的攻击。
今仔又搁传出讲，伫丹麦哥本哈根机场甲挪威奥斯陆机场有无人机干扰，嘛暂时关起来。另外，联合国安理会有一场紧急会议，就针对罗西亚的战机入侵爱沙尼亚的领空来提出警告。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机场的半暝是真无平静，受到几只互警方形容讲是体型真粗的不明无人机伫机场的空中登势影响，这个北欧上无用的机场，伫当地时间日暗时8点，因为安全的理由暂时关起来，差不多4点钟，至少造成35架航班改降。几点钟后，伫挪威首都的奥斯陆机场嘛传出亲像这种事件。瑞典先驱部报道，有2个操控无人机的外国人互逮捕，但是无清楚感受和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系。欧洲的空气伫一半个月以来是真无平静，伫这1礼拜外以来，一直有罗西亚的无人机甚至是战机对北约的民国越境干扰，像是19架无人机入去到波兰的空隙，罗马尼亚嘛有。顶礼拜6礼拜，佮传出3架罗西亚的米格31战机拢入去爱沙尼亚芬兰湾的领空，停12分钟这么久，互支援北约顺风波罗的海意大利战机升空甲驱离。波兰的总理图斯克声明讲，任何飞行物只要侵入波兰，会随甲拍落来。Decyzję o zestrzeliwaniu obiektów latających my będziemy podejmowali bezdyskusyjnie wtedy, kiedy naruszają nasze terytorium i latają nad Polską. 北约同意的国家互罗西亚以各种方式起无空测试底线。北约除了启动东翼哨兵行动加大防御，北约联合国安理会嘛召开紧急会议，会中爱沙尼亚的外长是提出类似的证据，但罗西亚的代表同款是讲，因的战机是伫波罗的海中立水域顶悬在飞行，无入去到爱沙尼亚的领空。这互这个开会代表是做伙强烈批评。I say this openly to Russian representative in this room. Your government's actions are reckless, dangerous, and go against the very principles of the United Nations. Russia's reckless actions represent not only a breach of international law, but also a destabilizing escalation that brings the entire region closer to conflict that at any time in recent years. 10当中，一架罗西亚苏凯二式战斗轰炸机，无得插人真侪摆的警告，弄入去土耳其的领空，互土耳其以 F-16甲拍落来。这么北约的态度敢要较硬咧？日一美国总统川普向媒体问到讲，若罗西亚升级行动，美国敢会出手来协防和罗西亚相接的北约盟国？对这，川普嘛，互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再来看美国 AI 晶片公司回答宣布讲要投资1000亿美金，大约是代票3条，来协助 OpenAI 来打造后一代人工智慧超级运算中心网。消息公布了后，美国的3大指数是拢大起，嘛创新高，其中纳斯达克是起上济。加州圣荷西举行的 GTC 技术大会上，回答电视上新一代的 Blackwell GPU 加 AI 运算平台，未来这款硬体会成做超级运算中心的核心。回答宣布投资1000亿美金，大约代表3条，协助 OpenAI 继续开发更较强大的模型。投资计划包括数据中心加 AI 基础设施建立，推动 AI 扩大能源、医疗加自驾领域。合作消息指出，华尔街反应热烈，纳斯达克标普500甲道琼指数日日搁一摆履行历史新高。投资人看好 AI 带动长线动能，科技股也全场起价。也毋过市场分析师认为，联准会顶礼拜虽然启动降息循环，也毋过通膨压力无退，投资人爱谨慎。The entire environment can change really quickly on the basis of, a couple of tweets coming from the president or someone in his administration means that I think investors should be playing things pretty close to the vest right now. Stay cautious. Don't take a lot of interest rate risk. Again, if inflation continues to rise as I think it may, interest rates on the long-term side of things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rise. 回答甲 OpenAI 合作，那巩固双方伫 AI 领域的竞争优势，也有时相信说 AI 会继续带动资本市场的投资。外界有估，回答甲 OpenAI 合作会形成强大的自吸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投资，全球 AI 竞赛继续升悬，也互科技股成做入资金的焦点。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来看中经院今仔举办地缘政治的研讨会，院长林宪明是表示讲，美国总统川普上任了后，用真侪手段要互产业回流美国，嘛搁会打击中国。
伊是强调讲未来10年美中的关系嘛是个真竞争。也毋过是认为咱台湾千万都毋通认为讲家己是鸡仔尔，咱伫地缘政治的竞争会有真关键的角色。美中科技战持续升级，地缘政治正做国际上经济甲战略科技发展模式关键的因素，嘛对全球科技产业链产生冲击。也让咱台湾半导体产业链完整，地理位置伫咧两个强国之间，科技的发展嘛受到密切的关注。很重要的就是其实是制造业的能量。那美国现在因为制造业其实大部分是在亚洲，所以亚洲跟他这边合作的话，事实上就会让整个中美争霸里面把这块补起来。那相对的，中国缺乏的就是半导体这个先进的制造，所以这边其实台湾也会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学者认为台湾研发的力量真强，对科技战的发展影响是真大。不过因为英国伫咧同一个所在生产，再搁销去全世界的模式，伫咧关税政策甲科技战的影响之下，可能会变作是以区域为单位，伫咧内部就完成制造甲销售。台湾厂的布局就要搁较谨慎。嘛有学者分析，美国按算要甲研发生产，拢迁得去英国来应对科技战。美国有些时候其实对于这些新科技的监管使用的伦理，会遵守一个比较严谨的规范。他们的态度可能是先让大家去内卷，然后找出一个应用的领域之后呢，接下来才制定他所谓的管制的行为跟办法。美中科技要持续咧竞争，双方嘛投入大量的资源伫咧新型的科技发展，包括量子科学研究、人形机器人等等。学者提醒，台湾其实嘛有相对应的优势，应该投入更较侪资源，比人早一脚步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碳费的制度今年实施，环境部早起举办亚洲碳定价论坛，部长彭启明是表示讲，受到关税各有传统产业景气无好的影响，明年碳费的收入大约只有40亿哦。也毋过，伊嘛强调讲，有9成的企业拢已经提出自主减量的计划，所以咱减碳的目标应该是会当达成。环境部早起举行亚洲碳定价论坛，进行国际碳定价政策交流，邀请各国的专家分享经验。德国在台协会嘛参加，表示讲要提高安全性，若是增加国防预算。对俄乌战争的经验来看，推动能源转型、提高再生能源的比例嘛真重要。This renewable energy is not only carbon free. It also decreases our dependency o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for our supply of oil and gas. We call renewable energy freedom energy in Germany. 环境部的顾问德国的学者嘛指出讲，德国要伫2045年达成净零，但嘛面对挑战。Germany has already been phasing out nuclear at the same time. And this is a challenge, of course, and it will succeed only if we find the most cost-effective manners of way. 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讲，顾问表达的烦恼应该是各国拢认同讲爱有多元能源，但德国对核能的态度同款是维持现状。当来到国内减碳的部分，彭部长讲，已经有9成的企业提出自主减量的计划，代表讲会达成实质减量的目标。但嘛承认讲，受到关税和国际情势的影响，碳费的收入比预期的较低。大概大概有40多亿左右。当然啦，跟大家一开始想到可能是会有几百亿是不大一样，但是因为先求有再求好，是我们对于碳费的这个制度的这个设计的这个原理。彭部长指出讲，目前企业嘛呈现M型化，半导体这高科技产业营收悬，碳排嘛悬，阁无适用低费率，因纳的费率就较悬，另外团产亲像是更提焦化。红门图部分可能受到关税的冲击，嘛是需要政府斗相共，无排除先互因拍这分期，甚至会当较晚才纳钱。记者综合报道。国建议表扬三观学界顶尖的科学研究，其中台大的研究团队互防地动的更贵的结果，会当来中和使用，环保优秀的控制技术得到肯定，来嘛做伙来了解。台湾伫地动带不时就有地动发生，若是发生大地动，应会造成严重的伤亡。为了加强建物的结构，亲像台大研究团队针对有着防地动的更固结构做控制技术的研发甲应用，互更固结构会当重复使用，叫做环保永久的技术。发展的一个这个技术实际上就是能够让这个制造的成本能够更简单。那这个不单是用模拟要去分析。
那同时也必须用实验去验证。这个团队摕到国研院这一届研发服务平台2点成果奖，表扬因的拍拼。另外，中研院的团队是做空气污染监控的技术优化，提早预测全台72点钟后空气的状况，和民众量早做准备，提升我们预报的精准度跟这一个稳定度所以这个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呢，就需要很多的观测资料来做验证，然后不断的改善我们的模式哈。觉得这个是强联手已经很强的这个我们研究同仁研究人员跟我们能够提供很好的这个服务，我想不只是硬体，还包括这个软体。国研院讲，设成果奖来表扬省官学界使用国研院研发服务平台来研发出到的科研成果，嘛鼓励学界持续研发有全球竞争力的成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全教总早起开记者会时指出讲，老师协助考试的费用对民国96年到大学是起无到2成，所以呼吁教育部应该爱调整相关的费用。教育部嘛表示讲，明年的高中会考开始就会来调整。长久以来，学校的老师唔但爱教册，也爱配合教育部的委托办各种的考试，像国中考、高中等等。但是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表示，这个考试常常找无老师斗3工。调查发现有95%的老师认为工钱伤少，也无法度补偿。有85%的老师认为说是找不到监考老师，足够监考老师的，因为大家不愿意去，就是在利用周末在这么微薄薪水之下去做这样的工作，又没有补休。全教总讲物价直直起。但是老师无论做事务人员，也是监测人员，工资拢无对得起。每话20年来，平均才调悬10%至20%，像监测人员才调19%，对3000块调整到3575块。全教总呼吁教育部应该爱检讨。教育部是全国老师的一个最高的一个主管机关。应该要率先在这种全国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上面，去尊重专业，提高专业该有的待遇。教育部回应讲，有听到老师的心声，所以115年的会考已经甲协助办理考试的工作人员调悬工资。监测人员调到3850块，特殊市场监测的费用调悬到5180块，未来也会继续争取调悬。记者陈心彤、谢桂玲台北报道。风台扫过早起宜兰的风雨嘛是真大，也毋过是共款爱正常上班上课，所以有一寡早起送囡仔去学校的家长是真怨叹。另外，南澳山区碧校顶小学、有幼儿园、甲南澳高中有9间学校，是因为风雨上过大，有交通的问题因得家己宣布停班停课。赛车送囡仔上课，雨路拢愈袂清，会当知影风雨真大。受花甲山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全国部分县市宣布停班课。依然风雨也袂细，也毋过因为无伫境界返回来，无宣布停班课，影响袂少接送囡仔上下课的家长。小朋友来上学，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有点危险？很危险，很危险哦。对。刚刚又骑山路这样子嘛，对不对？对啊，很蛮大的。会不会觉得这样子带小朋友上学这样有点危险？会啊，但是该是就有家长不满这款的风雨无停班课，真正真危险。落车的是雨伞拢开花啊，就其县政府的应变能力。宜兰的风雨除了平地大，山区搁较大，也有交通中断的记录。南澳北溪溪水涨起来，都惊雨势搁大，溪水会冲击山区道路。宜兰山区学校包括南澳碧校顶小学、幼儿园甲南澳高中有9间学校，第3赛季临时自行宣布停班课，为避免学生上课受风雨也是交通中断的影响。宜兰县府9点起应用风雨3级开设。那我们也持续的掌握中央气象局的预报，包括风力跟雨量。也没有达到停班课的这个标准，但是我们都还是要求我们所有的局处包括像水质处
对于水的一个处理。 交通处对于交通以及道路的处理。县政府表示，根据中央气象署报，依然无特定警戒区风力甲雨量也拢无达到停班课的标准。因过各机关会继续联系，做好应应措施，依照停电灾害停班课规定，双方会当以风雨状况来决定敢是停班课。县政府拢伫第一时间甲好好关心将案，也继续警戒原来防灾情形。公司新闻采访报道。 嘉义当这饲蚵仔的农民哦，这2天嘛拢在抢收蚵仔。农民讲哦，这阵啊，蚵仔已经较大尾咯。加在嘉义的风雨是无介大，所以嘛望讲中秋有品质较好蚵仔通收，互大家伫咧航班的时候有较大尾蚵仔通航。 渔民驶到鱼排啊，伫海面上咧无用做工课，蚵寮内底蚵笼嘛赶紧处理，因为风台抢伤转来蚵仔。蚵笼讲，前一阵仔的天气较好，蚵仔有较大，加即届风台的海影会去惊到蚵仔，所以也事先抢收，以免佫产生损失。这风台影响到咱家己的较少收获，咱的事先哦，拢会先去采收一寡转来，万一啊拄啊风影入来，会减少损失的。 即届花甲沙风台对家己地区无带来严重的灾害，但是家己县当石沿海的蚵笼，受到进前当那些风台的损害，也未完全复原，所以才会惊即摆花甲沙的风台会去影响到线内中秋要收成的蚵仔。那即摆蚵仔佫足肥，是。惊风台来了，蚵仔佫散。蚵笼表示，即摆因狗的价销，大壳的蚵仔一斤是80到90块左右，蚵仔嘛是一斤170，价销正常。加在即届花甲沙对因的影响无大，若是会当好天一直到中秋，持到蚵仔收成的品质应该会袂歹。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 7月大水雨，葱仔甲盐水哦损失是真严重。即马1公斤的葱仔大卖价阁爱200外块，盐水1公斤是爱380外块，实在是贵惨惨。也毋过最近附近的葱仔特别会当收咯，小人煞又有风台，互农民哦是拢错得等。 农民伫田的损失，因为7、8月大水雨，互中华的葱仔产量减真济，即阵仔的价销悬甲惊人。虽然花甲沙风台无直接影响中华，农民嘛是真烦恼风台会带来灾情。大概种了2个月左右了，然后大概还要1个多月可以采收。没有灾害的话，价格可能到中秋后续会慢慢会下来这样子。现在葱的批发价大概是240啊。 除了葱仔价销悬，盐水共款因为7、8月大雨影响，损害严重，起悬价。根据农粮署市场交易的资料显示，拜二葱仔1公斤的平均挂价是244块1，盐水是380块6。餐饮业者就表示，成本实在上悬，嘛只好欠啊用。葱还没降下来，台风又要来了，不会说少到很多了，就是稍微少一点点了。客人在现场伊也被矮，我就来参啊那样。这样说今天今日要。 卖菜，有讲伊今仔无爱卖啊，要伤贵吼，伊就无爱卖啊。那个香菜就是涨价，老板娘会有限制吧？台湾7、8月大水雨和菜色价销直直起，尤其葱仔甲盐水的价销起上济。餐饮业者无奈表示，希望风台莫阁带来灾害，和农业生产甲市场的价销会当早一日恢复稳定。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南投是咱全台湾唯一无焚化炉的县市，县政府拍算要伫民间乡来起焚化炉。今仔办宽屏初审会议，包括地农、民众、各环保团体代表有100外人，到宽屏会议外口抗议来表示反对。伊是真烦恼讲会去污染到民间乡的地味。宽潭顶使用火区去搬相片面顶南投县长柯淑华面来表达因反对伫南投县民间起焚化炉，嘛演行动局表达诉求。毒害咱民间吼，这个焚化炉。民间是全台供应出七地地米上主要的所在，地方环路焚化炉若起伫遮，会污染环境，影响地品质。另外，环团嘛讲，南投县政府做焚化炉的可行性评估了后，无先开公听会，煞伫拜二直接开环境评估会议。 在焚化炉的对面，离焚化炉很近。这些农民他们的生计如果受到影响的话，这将来会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召开环境影响评估之后2天之后才要来开公听会，所以我们觉得这个程序是颠倒的。
南投县府环保局表示，县府拍算去南投县粪扫处理甲再生能源中心，拜二是照环评法开的第一届环评审查会议，嘛开放20位有登记的民众表达想法。若是通过，才会进入第2阶段环评审查，才会有公听会。也若针对焚化炉对地方的影响，要提出无明显影响的数据。那依照熏气试验的结果，其实对茶叶并没有很显著的影响哦。那尤其我们一个比对，就是我们木栅焚化厂，它在台北市哦，那它距离这个文山茶的茶厂区大概也是3公里左右的距离哦，跟我们的案场其实非常像。好，但木栅焚化厂已经20年的经营了，也没有听说因为木栅焚化厂造成文山茶种有相关的影响。南投县府环保局强调，等进入第2阶段环评，才会做空气、水、废弃物才会无检调查，也若针对民间团体。一个停事问题，县府表示，拜四要办的是按促参法开的 BOT 案可行性公听会，2场会议无关系，绝对不是先开环评会再开公听会。记者陈平仪南投报道。桃园市的 U-Bike 前60分钟免费是力度上优惠，也毋过满意度却无介悬。有议员是认为这是因为 U-Bike 的站上少咯，车的周转率嘛无悬。嘛指出讲最近这几冬哦，桃园市区的道路因为捷运工程佮污水下水道的时间，嘛互骑脚踏车哦变甲真危险。U-Bike 车架顶面有诶空空。有的是甜甜煞无人行，离原这个桃园U-Bike前60分钟免费的优惠，6都是排第一。不过满意度却是-，站点的数量嘛排伫6都后壁面，要求爱改善。施工嘛，说道路品质不是很好，你觉得嘞？没办法，因为可能是因为捷运的关系吧，所以这个是可以谅解的。常常我遇到的情况是站点没有车，调度的问题。车流太多了，坑坑洞洞啊，会导致你没有很想骑 U-Bike。会，然后加上不方便。铁路地下化和捷运等的施工，针对满意度的问题，有议员讲，除了站点无够，车辆的周转率低。另外，桃园市区车路因为捷运工程废水暗沟接咧施工乌来补去，致使市区交通事故的风险变悬。针对 U-Bike 周转率不佳的部分呢，主要是因为去年在 U-Bike 系统进行拆转的作业，那在去年9月全面升级之后，使用量也回稳。交通局回应讲，桃园 U-Bike 的目标是一年加100站，今年目标是625站，目前已经设618站，采取少挑侪站的策略，重要运输车站下边优先规划。另外，针对无车通照、无去通好行车的情形，会用过过去照车的资料甲监控系统来调度车辆，嘛要求营运商伫车侪的时段加强调度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下晡尾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29度；华东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咱个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